睇睇第22條2啦，乘 sin 括90加 alpha alpha tangent 315度加3啦，乘 cos 括270減 alpha alpha sin 330度得幾多呢？咁嗱，先嚟講第一件事咧，我哋唔好抄錯題啦。然後啦，sin 咧90加 alpha 其實得係咩呢？就係得180減括咧90減 alpha。留意90減 alpha 括住佢啦，然後成嚿數咧左下面括住佢。咁當然啦，做呢個動作之後咧，要 check 一 check 有冇錯啦。分母 tangent 315度咧，變到 tangent 360減45度，括住佢啦。好啦，去到第二項嘅分子3乘 cos 照去啦。咁咧270度減 alpha 咧，我寫成180度啦，再加90度減 alpha 括住佢，然後成個數喺中弧包住佢啦。sin 330度咧變做 sin 360減30度，括住佢啦。然後點啊？第一項咧分子變成2啦，乘 sin 括90度減 alpha 分母就係負 tangent 45度加啦。第二項嘅分子係3乘一個咧負 cos 咧90度減 alpha， 成個數括住佢啦。alpha 咧負 sin 30度，嗱計咗幾多咧？變做2乘 cos alpha 負1加3啦，乘咧括咧負 sin alpha 啦，再 alpha 咧負0.5，然後點啊？化簡啦。第一項咧變做咧負2乘 cos alpha 啦，然後點咧？第二項負得正，3 alpha 0.6啦，最後變成咧正6乘 sin alpha 啦，所以答案咧係 D 啊。